但市政府干务局近年来完成东区凯旋路后段通到林森路的道路拓宽工程发包，预定7月18进场施工。完工以后，就有效疏解目前东林路的塞车。市长委托嘛特别前往视察道路的状况。看凯旋路的一个延伸的计划，总共经费呢5600万。那这样子的话，会对于凯旋路的整个的交通的顺畅会有重大的影响。干务局一冬来甲后甲局长以及周边居民沟通协调，顺利解决真济问题，迈先完成后甲局长篮球场改建工程甲其他周边设施的改善，所以袂影响学生的受教权益。干务局各方面来协调，也是阮也联署了，校较热闹，我都市政府就话建设一个这风雨球场，这个学校造成大家欢迎。因为这每个月高中事故真悬啦，所以希望拍通以后会减少，就感谢市长，感谢蔡小伟，感谢蔡永全，而且多谢。东区凯旋路后段道路拓宽长度大约205公尺，工程总经费5600万，预计明年底完成通车，将早予东区交通甲市民的生活更加利便。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